你醒了，正好给你买了早餐。李欢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个女护士过来啊？嗨，干嘛麻烦别人呢？我带你去。这不好吧？没事。不好吧？放我下来！小心腿啊！丢死人了！下次还是帮我找护士吧。不行。小心。峰峰，把手给我。啊！手，快点。那，那只。好了。今天呢，朕伺候你用膳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来，张嘴。李欢，你好慈祥啊！你这样让我想起了我爸。是吗？你以前照顾我的时候，也让我想起了太后啊。调皮。你更调皮。来，太后，用膳。尝一点，来一口啊！不吃。不吃啊？哎，乖。叶波，把李欢电话给我。怎么，要人家电话干嘛？强占人家妻子啊？叶波，小凤不见了，快给我。冯峰不见了，冯峰不见了，你就要人家电话通知人家你已经强占人家妻子了？哼，你这个人啊，当小三当得我毁三观好吗？你太狂妄了！明天网上就会有人报道你叶家三少当小三儿，哼，还是个男小三儿。叶波，叶波，下。芳芳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我看外面都是推着轮椅啊什么的，我感觉还挺舒服的。我去租一个来。李欢，你回去吧。我为什么回去啊？我回去谁照顾你啊？猪猪啊！哎呦，那都是外人，人家也要上班的，你老麻烦人家干嘛呀？我不管，我要睡觉了，睡觉。哎呀，睡觉不能蒙着头，对身体不好。我就忙。哎，你别睡了，你天天睡，你是猪啊？我成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我不是猪是什么呀？你干嘛？啊！
我想跟你说说话，好几天都没有听到你叽里呱啦的了。我不想跟你说。可是我想跟你说，我不想跟讨厌的人说话。我当皇帝的时候，你讨厌我可以理解，我都已经到现代社会，改了好多的缺点了，我没那么招人讨厌了吧？你为什么还讨厌我呀？因为你是段正淳，我讨厌段正淳。芳芳，又是你了。小公稿，段正淳，花心大萝卜，千年僵尸。我最讨厌你这一脸坏笑了。是不是我现在成这样，你特别高兴啊？哎呀，生意来了。喂，李欢，峰峰在哪儿？叶家。峰峰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这该死的第三者！李欢，我再问你一遍，峰峰在哪儿？快告诉我！滚！一脸坏笑，一准没好事儿。我这笑得开心呐，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因为什么呀？我当然要开心了，我接到新生意了，新单子。哎呦喂，单子这词你都会了，真时髦，是吧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我出事的那天，你故意不接我电话的？我就是故意的。你说你平时老那么欺负我，我得拿着架子啊。要不你怎么知道我的重要性啊？是不是？还拿架子？我看你就是为了当护花使者，你就故意不管我了，不管我的死活了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相信我啊。没事儿啊，谁让我是打不死的小强呢？啊，峰峰真可怜。你不是小强，那件事情真的是我不好，我知道错了，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其实我一直都希望只对你一个人好，相信我。哎，你写的那小说啊，我天天在网上追着看呢，可好看了。你里面写的那个皇帝，活灵活现，是不是以李欢为原型啊？那个家业是谁啊？家业就是家业呗，和尚。不对，这个家业他肯定也是生活里的人物，你肯定是把生活中的人物也写到小说里去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这个艺术嘛，它来源于生活，但是高于生活嘛，对不对？哟，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家业肯定也是生活中你的追求者，像李欢一样，他追求你吧？家业，叶家。上次听你打电话的时候念叨的是叶家，他们俩是同一个人吧？对不对？烦人！你呀，快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给我一五一十的交代。我又不是犯人，我干嘛要交代啊？哎呀，你不说，我也知道。这个叶家呀，来头可不小哦。他呢是洛克菲勒医学机构驻中国地区的首席专家，他有好几个头衔呢。我听说他是医学博士、心理学博士、哲学博士，西方宗教研究博士和东方佛教博士。哎呀，这简直就是一个福尔摩斯在世啊！我看你才是福尔摩斯呢。哎，
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说的特别对，特别崇拜我呀？呸！你给我老实交代，这个叶家是不是在追你啊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有什么值得人家追的呀？我是单相思。你怎么了呀？你可是美女作家呢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人的一生特别快，唰的一下就过去了。你要是真喜欢那个叶家，你就应该勇敢的去追，你知道吗？时间不等人的。要是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就好了。算了，你想怎么做我不管你了。不过呢，你的小说一定要快点写，我可是你的头号粉丝哦，我天天追着看呢。好，为了你我也会加油的。哎，你上次说你妈妈帮我找房子怎么样了？早就给你找好了，要不是因为你住院，现在就可以搬去住了。人家把屋子都给你打扫好了，所有家具都特别齐全，只要你人直接进去就行了。真的啊？那我马上就搬。不行，你在住院呢。哎呀，我这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，我这脚伤养2天就好了。我可是穷人，住不起医院。李欢不是说帮你找好医药费了吗？我不想用他的钱，还欠他人情，我要跟他一刀两断。老婆，老婆，说曹操就来。猪猪啊，谢谢你照顾我妻子。你乱说什么呢？谁是你妻子啊？我妻子当然是你了。猪猪，你先上班去吧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我会想你的。拜拜。喂，你能不能不在外人面前这么叫我啊？为什么？你就是我妻子，我下过聘的。又来了。走了。没事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听医生说，这石膏回家拆就可以。我想过2天就出院。那不行，你还没好彻底呢，万一留什么后遗症，我不还得负担你一辈子？你想得美！哎呀，像我这种伤啊，不能指望它1天就好，回家养个10天半个月的，自己就好了。你要想出院，你休想啊！蠢女人，你是不是担心钱呢？你这个女人，该省的时候不省，不该省的时候瞎省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是个财迷。叶佩给我打电话说找我有事儿，我过去看一下有什么事儿。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事情，你打电话给我，我先过去了。你去吧。记得多喝点水啊！峰峰，干嘛又回来了？我害怕一离开你，你又不见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有你一个亲人。我害怕你又离开我，不管我了。你现在怎么跟个老太太一样磨磨叨叨的？哎呀，快走了，闪！出去啊！叶伯父，这次找我来是看什么宝贝啊？啊，确实是看样东西，
不过这一次看的不是什么宝贝，而是一具尸体。哦，来，坐。几天前，在莲花山上，就是找到皇帝的剑和古籍的地方，发现一具古代女尸。国外买家已经和我谈好了交易，如果鉴定清楚年份和人物身份，这个成交价可是天文数字啊！这是白教授从现场发回来的照片。这具女尸很有意思，出土的时候呢，整个身体保存完整。没想到古代的防腐技术是如此发达，只是什么？脸部好像被毁容了，难以辨认。不过，我已经找了人体的骨骼专家，利用计算机恢复容貌。我一直在研究北魏时期的历史，我怀疑这具女尸应该是当时的陈皇后。所以请你来，想利用你的丰富的历史知识，帮我辨认一下身份。啊。刘欢，刘欢，哦，你觉得她是不是陈皇后？她不是大明星芬妮吗？哎，你说的也倒是啊，她和芬妮长得有点相像。不过，你认为她是陈皇后吗？我又不是那个朝代的人，我怎么会知道她是不是？耀之，我的皇后，你真的已经死了。芳芳说的没错，芬妮只是长得像你的一个现代人而已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芳芳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喂，春女人，我又接到戏了，电影《少林寺》里的皇帝。哦，恭喜你啊！哎，他们给我钱了，那我现在就到医院去。哎，你别去医院了，快回家吧。不用去医院了。我出院了，不需要别人照顾了，快回家吧。啊，好的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回家。芳芳。
1000年前你就把我给杀了。你根本不是叶家，你是家业。朕是皇上，有的是银子。也不负我的真。